这就是服从安排，落了个现在的下场。你们大家都看看，看看啊，这就是防疫工作。好，我们从昌吉转到富图比来了，然后我们带到小娃娃。现在在这儿就说不接收小娃娃，13岁、14岁以下的不接收，把我们撂在这儿。问了说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这都等了2个多小时，到现在也没来。打了社区的电话，社区说只能向上面反映，然后打了我们前面来那个点儿的负责人电话，他说协商车要充电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儿等了2个小时了，也不知道多久来，打电话只叫我们等着。既然你不接收，你把我们送过来干啥？这都是你们安排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饭来了没有吃饭，他们这儿那个援疆的队伍还给了我们2盒方便面，我都不想说了。这个不知道这是防疫的问题，还是哪儿出了问题？来这个地方又不是我们自愿要来的，也是你们安排来的。你们安排的能力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们继续等，马上12点了。一会儿说车要充电，一会儿说车要加气，我看要等到啥时候？你看嘛，这个是防疫，这防的啥？落了个现在的下场。看看啊，这就是防疫工作。